开个世界老虎跌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给路，来一步用钱爱行难去，用坏又可以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個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嘿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帶的夢都。做馬街嘅公路嘅法，一群龍一個思念一樣無窮變態，留白嘅夢，本意行家，就從黑老來個，武漢。也有人也有人呀，直到是夜风慢慢流的影都快樂的快一個了丟給就本給離開愛嘅世界，相愛嘅的，我用嘅的，給公路嘅愛意給你心度，留白的一切就不光帶走，未來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海生哦，请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啦，请问你有看过这个人吗？没有呢。没有。我是侦察队的队长啊。是。再看仔细一点，他是中国的关系人。没有印象。好了啊，麻烦你帮我多多注意一下。好。好，谢谢。不会好，来结账。好。喂，徐总，局长根本讲只有迄那，当然要讲啦。老实讲，俺常兆镇，我下巴，你较正经的好吗？我是讲，俺一做喜凶之郎，给固定作业都要来背便利商店。给你赌气。好啦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呐。问啊，做乜警察嘅聲你安尼咯？佢都結安尼啊！講來花條長，long time ago，基勇士，俺將佢一隻菜掉嘅，天敗潘安，嗌，加油啦！喂，真講兩句呢？冇禮貌。唔係啊，我唔係嘅意思啊。咁我明咗嚟。天敗，錯，一個 V con 啊。哇，也條點心看起來很像你誒，那就冇客氣了。好食呢，哪買啊？自家做的很冒險啊！你自家做的？哇，比農部買的較好食呢。小開有按看也沒，不用請你先呢。不過小凱早唔係安尼想，唔樣啊，發生乜嘅事咩？冇啦，先生，我去參觀啊，我看乜解啊？我朋友講，唔教嘅學生誒，做地青島獎，嚟做地看一下獎錯冇？好啊。
道。我知道小伟这次成绩真的退步很多，但他在补习班状况都非常 OK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在 homework 的部分，你一定要跟他家长说，一定要帮忙监督。对呀，对呀。所以我平常都跟小朋友说，要他们好好专心念书，好好专心考试，不要整天玩那些有的没的东西。对，我有跟他们说，哦，这样爸妈会很难过，他们花那么多钱来让你们上课。自从发生那件意外之后，为了学生的安全，这里就严禁学生进入。老师，请问一下哦，吕乐轩在班上人缘怎么样啊？他很热心助人，所以他人缘很好，老师跟同学都很喜欢他。是哦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当时就在那里，然后这边有同学在吵架，他们在指责对方有人欺负吕乐轩。老师，当时吕乐轩在学校有什么异常状况吗？没有，他就像他现在那个常上电视的妹妹一样，聪明懂事，是个很优秀的孩子。我们这些老师看到吕乐轩的妹妹，都会很感动。吕乐轩走了之后，吕乐轩的妈妈就说要把她生回来，做了很多次人工受孕，才怀了吕乐轩的妹妹。这些事情都还有上报哦。吕乐轩就是吕乐轩，吕凯静是吕凯静，这样子不就把吕凯静当做吕乐轩的代替品了吗？一个母亲突然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是很正常的。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。真怂，真怂。莫桑，王阿母老生运气，想要强用。小凯啊，懂腔呢，按都中葱啊！呀嘿一部分听听啦，呀嘿全国小学生钢琴比赛冠军，呀嘿皇家8级检定考证书。吕乐轩嘿，爱妹的，哦，小凯有姊妹啊？爱弹唱100妹的，甲吕乐轩嘿，迄爱妹啊。先生，有嘛个问题啊？无啦，无问题。哇，真劲懂腔呢，得按多种哦。还有其他的要看无？哦，好啊好啊，麻烦了。好，爱欣啊。找到我谁就第一名。爸爸，我功课已经写完了，也把明天要考试的地方复习完了。好棒哦！迄电下研究这些总有啊。错啦。女方吼，因买着的赢的好事嘅东西，来看伊来一步的吼，心情无嘛好，因为做着了不易欢喜嘅事情。爸爸，我猜妈妈心情不好，应该是我的问题。因为呢，唔同赢的应该啊。来看哦，安排一本上节目是意难，不过我想过啦，来咱来想办法哈。不是啦，录影跟钢琴检定我都可以兼顾。那用也没讲特勉强的呢。我算过时间了，明天月考之后有1周会比较轻松。
我可以在那周访问，其他时间都可以拿来练琴。哎，算了啦，也没哦，唔会答应嘅啦。因哦，安尼冇本钱。可是这样爸爸就爽约啦，那些记者叔叔阿姨一定也会不高兴的。我会想办法说服妈妈啦，让我试试看嘛。好，就让你试试看。好，来，东西收一收啊，我先拿去开车，在楼下等你哈。好。哦，蛮厉害，真好讲呢。我爸爸下班了，你也可以回家了。小凯，爱要去那倒远的，你怎么可以对爱讲话暗无下去啊？爱无啊？上班的手闲爱莫老人唱阿爸，开开声嘛讲提。我只是提醒你，我爸爸之前也跟很多女生玩过，但是他最爱的还是我跟我妈妈。姑嫂嘞？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特别，到最后你一定会很伤心的。各位嘞，讲到爱唔伫来谈，你怎么都知道？苗爸娘哎，爱清清楚楚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有呛过以前那些跟他玩的女生吗？哦，原来俺迄边一直不唔爱你哦，很公用哎。迄俺特别强，还迄特别聪明。还是你阿爸买强用礼物本爱，姑送试试。这里面很对你笑。我告诉你，我有办法让我爸爸只爱我妈妈，让他以后不会跟你这种阿姨鬼混。哎，我没那么老，叫我姐姐。我的计划跟我的用心是你这种人无法想象的。休息你。这里呢做得几把马家啊，中了现在还迄考试大场啊，没听，唔好伫后面跳一球一地，私底下打电动又很爱呛人，很做作。你看到什么？唔是噻哦，你唔会讲出去啊。如果你没惹到我的话。喂 ，Mate，係 Peter 啦。 ，Peter，你聽唔嗌哦？係啊，俺兄問後天早上學術會議點啊？哦，其實委數冇明顯嘅貼票呢。冇安尼啦，係本主持估過一下好冇？好啊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唱功。等一下，Peter。Peter，等一下，大本。不用等，去洗身。衣服啊，帮你放浴室里啦。
我去洗碗嘛。好啊。Oscar，请问你的考试准备怎样诶？书等一下张图就好，这里面有一件事情，要系嘛嘅？唔是紧张，还请问小外地要系嘛个意思？ Oscar，叫做乜解啊？冇事啊，还请你老 Oscar 讲法。冇事，冇事，佢做乜嘅表妹啊？ 为什么你一回到家就不得安宁，不能好好过日子吗？兄弟唔做。 过2天我妹生日，所以要回老家一趟。Oscar 就麻烦你了。嗯。阿爸，你这个放乜解啊？不可能。 因为本片年复校要动奖的杀鸡图啊！哦，杀鸡图。个余昌钢铁人嘅副嘅暗奖哦。钢铁人嘅副嘅，佢有什么解喏？阿爸我去101咧。101，阿爸，你去讲101哦？嗯，我都唔得讲哦，一个难免嘅秘密。哦，秘密。你男朋友去101？好啊。有101嘅哦，跟我去102，阿爸唔讲啦。好啊，这样好嘅。哦，好了，来了。阿爸变起书本看哈。好。看啦。安尼发，看起来冇乜解错嘛。系啊。看啦，阿爸加几条线呢。哦。佮加一针门上去，你看像乜解？不然呢？阿爸你很强哦。夫子啊。一个冇乜解啊。来，老婆。阿爸请我诶。幾多點誒？係咪要水門啊？好啦，我们先去睡啦。阿爸喊你拜公票。好。好。阿爸晚安。好，晚安。阿妹晚安。晚安。你昨日叫條家長哦，搶個學玉書啊，佢條醫呢哦，全部都整好咧啊！也若所以下總好上去，佮這隻醫呢，安尼錢全部都你來啊！嗱，迄上講啊，就用爺命嘅啊，用爺總好，安尼錢你來全部都不用幹啊！嗱，用錢嘅時節咯，再個很搶啊，安尼，會較安心啦，吼。慢慢愛。心还没好啊，唔心没好，我下摆哦，那每味都来去搞呢，那味都肤质。
不知了。你迄讲真金比就生呢，就唔好再去赌诶。就为遮长存10年，很上心爱，很本来忌讳。古说亚伯，我还真跟相同的嘛，我无想本夫子是梦啊。你们。妈甲准无咧，相信我，咱真经想要好好做事，若要好好面对来挑战做个错误。为什么他爸爸发现了，你们都还没有发现？歹势，吵到你诶，妈妈请迄老爷去玩。妈妈，你站好诶啊！妈妈总饭尔东西，当然要老你站好啊。妈妈，那天歹势啦，迄眼唔乖，乱跑还乱发脾气。迄眼唔错，眼体健壮诶，长辈按乳服，唔听说本眼哈都会好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妈妈。干原谅妈妈好冇？听讲你要考试，前顶考要去武汉，要加油哦。妈妈，那考完试之后，我可以帮爸爸完成他之前答应的专访吗？你还把事情给自家处理出好。可是你不是常跟我说，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吗？我不想为难爸爸。做唔得。等你考试前3秒再讲。谢谢妈妈。
小凯，你来了。什么东西要给我？哦。就是这个小二日记，你看完就会知道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了。我还是搞不懂哎，为什么我姐姐的日记会在你那里？哦，之前每天我们都会交换日记啊，最后一次交换之后，她的日记就一直留在我这里，再没有机会让她拿回去了，而我的也就这样留在她那边。有吗？可是我没有在我的房间里看过你的日记啊。那可能是被大人们丢掉了吧？奇怪，你们到底怎么变成好朋友的啊？你明明看起来就跟我姐是不同种的人啊，她怎么会跟你这种怪咖交换日记？因为小乐她很善良啊，你在家面上只有她愿意理我这个怪咖。我是吕乐轩，你快点出来拿作业！你要是再不出来拿，我就要大喊了！王老妈，王老妈！哎，还有一张。考卷我塞进去了，要记得看哦。1234，2234，我没有在跟你泄露自然考卷选择题的答案哦，我只是在跟你说做体操要喊的口号。黄木，交考卷了，老师说。你要是不让我把你的考卷交回去，你的平时分数就是0分哦。快点拿啦！哇，你终于讲话了耶！拿去啦。记得拿哦。你的字蛮漂亮的嘛，下次我的作业给你写好了，我可以请你1瓶养乐多，好啦，或者2瓶，最多不可以超过3瓶哦。越听越奇怪哎。哪里奇怪？小乐长得那么漂亮，人缘又好，大家都说她是阳光美少女，她又不缺朋友，干嘛要特别理你啊？所以我才说，小乐很善良啊。才怪！她这种习惯受欢迎的人，一定是想要引起更多大人注意，才会特别去理你。她其实不喜欢受人欢迎。开朗活泼。只是他表面上的样子，他不得不做给大人们看的。他其实心中有很多的烦恼。你怎么知道？交换日记啊。他还说，他其实知道班上很多同学在偷偷排挤他。我昨天写了很多，可是都是抱怨哎，你看了不可以说我烦哦。我昨天写了一堆脏话，你没得跟我比。哎，你这次又考第1名嘞。你爸妈会买什么礼物给你啊？我爸爸根本没有空，他只会拿钱叫我妈妈买。妈妈应该又是买新的乐谱给我吧。有种比没有好。
我宁愿不要考第1名。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些女生会说你的坏话吗？他们今天要把这个塞到我的抽屉。你知道一本叫做《乐园》的绘本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是我最喜欢的绘本，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每次我只要看着那个地方，就会觉得心情变好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应该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吧，只出现在书里面。你也想要看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带来给你看。如果你看我的书不喜欢的话，不准跟我说哦。不对，应该是不准你说不喜欢。啊，哪有这样子的啊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啊，下次遇到你喜欢的东西，我也会说我喜欢的。有时候，你的一些表情，真的跟小乐好像哦。你干嘛拿我跟我姐比较？因为你们是姐妹啊。算了啦，我知道你跟大家都一样，帮我当姐姐的代替品，都只是想利用我。小乐是小乐，你是你啊，你们根本都不一样。但是，你们都是我的朋友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对不起。烦呢。哎，你要走了？要说的都说完了吧，我要去上课了。哎，那这本日记，我当然是要带回去看啊，不然你要我站在这里把它看完啊？那说好去乐园的事情呢？我就是要先看完日记，才可以知道你们去乐园计划嘛。你不要急好不好？哦，好。算了，忙得死。喂，阿 B， 猜下10年前娱乐圈的安呢？写符，来转。3月3日，我有好几天没看到爸爸了。妈妈一提起爸爸就脸臭臭。3月10日，练钢琴虽然很开心，但是越练，妈妈或学校老师就会越要我上台表演，这样又会让一些同学不开心。3月17日，怎么办？每次考完试要发成绩单就很麻烦，有些同学又会开始说我很讨厌。3月25日，今天我突然好想对妈妈大叫，叫她不要在其他同学面前称赞我。什么完美小天使，明明就抱怨一大堆嘛。自由的路
业务的都在很用的。Oscar， 今晡老先生搞到会欢喜吗？Oscar 今晡日嫌皮下嘅发通较少，反应没问题。吉安叫的心情较无问题。我做得了解。今日有只建议，下礼拜奥斯卡落嘅时节，做得了爹哋妈咪强下来冇？哈？也会做强下？留啥强下来？迄个 Oscar 爹哋妈咪冇办法强下来。假使单枪伊比家总做得来，今日希望系妈咪。爱弟。今日先去无限咯。安子说。Oscar， 睡唔耐啊？身体冇痛快？唔怕，听听那声哈。嘿你啊！暗度后，为了要吃饭啊？系啊，给我开始啊，来。Oscar， 发什么事啊？你有啊？我是靠。其实每年可能无妈痛快，身体几种好诶。好。Oscar， 看哥哥，李庄好冇？李庄，落去，买包包，搞不买单咯，冇想到钱真係飛來嘅。请选择余额显示方式。明细表列屏中，请稍后。请取出明细表。阿妹回来了。妹啊，阿妹买的好吃的红豆汤，还有不用你最爱的哦咦哟，哦咦。不是啊，姨拿这份本妹妹看我吃。好，真好吃的东西。付这了，两个发了唔够。哦。工厂钱飞起来嘅，唔听讲伊唔要用钱系，哪去？哎呦，那就讲唔是笑咩？佮赌金不会很唔假啊，钱处处你做唔得管，样诶，要总是小心来吼。喂，嘿嘿，头爸，子良啊，错啦，有啦，记得啦。天公你哪钱过去啊？为什么你的比较多？嘿啦。哪有？你记得材料唔都比较用的啊？喂。哦。哎。当然，按周四呢都有风行啊，懂吗？
嘿啊嘿嘿。奥斯卡根本嘅情绪一无问题，苦索反思班也就带佢转来嘅。其他今年变到很紧张，可能很硬的拿这条英文记啦，还会喊卡西呢，唔会教俺的妈妈缝文记。哦，是啦，又没发妈嘅甜条，韩国有梯子，还会去查，唔是少啦。错诶。你研究有好了无？唔见得，你会？先生人来讲，希望下礼拜智商老阿嫂做得到。需要家庭咨商？好啊，等维尼转来，还会老佮讲。阿嫂很希望。不要去改做的事，个人意愿就不是靠你的。考，查到咧。我衙门太师兄的事情，还没同门道诶。按叫，默默的哦。拜托，还侦查逼哥呢。是讲，遐太师兄唔咩说啊，做万人去家唔兴奋，我很爱去啊。我老弟有鼹鼠。鼹鼠？嘛个鼹鼠俺用唔滴？蒙迪，私人恩怨。嘛个恩怨啊，讲出来个谈困啊。讲啦。好啦，我老你讲。给想支持韩国女团啊？给讲台湾女团是我吧？我条摆老去出去哦，去查档，去出滨海唐少女时代，本来用写符的歌诶。好，做眼无闷，排谁？啊，我是啊。讲啊，吵到嘛个啊？事情系安尼，唔同你冇唔错。啲嘅往事啊，李乐贤嘅案呢，警方确实有去调查过，同校园霸凌有相关无？因为佢也就知道讲，同学之间嘅气氛有啲奇怪。唔过，为无流氓记录嘅隐秘，学校同家长之间嘅结天。学校唔想牵连到霸凌，不过怎么嘅家长唔想查清楚诶？亚夫妇呢，太师兄有讲，小乐家妹陈俊琪，杀对亚警方嘅霸凌推测，清查伊，要当上嘅第一真相，颠倒去假把李真相，完全要安尼想诶。较相信讲，也係單純嘅意外。因为李正雄唔想牵连到佢补习班。Exactly。李正雄呢，佢怕知道講，係講刺激嘅妹啊，吼，真見係本人霸凌，怕
他同七家的补习班太有名有关。迄讲客厅李正雄没有基因，陈云琪每年用假老公啊，完全冇唔错。青年学校同李正雄就向下垂范的也霸凌的讲法，结果呢，警方就用单纯的意外催了来结案。好啊，弟啊弟啊，好啊弟啊，好，吹不点了，啊吹。哎，俺侦查闭关呢，你有领年，你有退转呢啊！哎。喂，写符满天下，越冷越开发。我是会员编号9453，真给了。我想可能有乜嘅計劃。酷瘦小矮讲的，迄正经的。医生现在怀疑我们做家长的有问题。做乜嘅？因为你係癌妹啊。你爱我只是因为我是我吗？妈妈呀，她有小凯做盘，安尼妈妈就轻慢足。只有迄尔欣赏呢，我唔理这位奶。你们不要欺负我妈妈啦！我妈妈没有做错事。不报警可以啊，那你把钱还来呀。全部黑暗，照样朝魔法突公主转。一点六点所有嘅記住啲風都幫你吹響，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氣留白，何不以後，總會覺得天光，不該起來嘅力量。相愛意，後把嘅故事就盡在一個夢容易走吧，就不愛看到自由嘅路口，係唔係會很多？